试一下啊，试一下，走走走，靠近点，靠近点，不要在眼睛，不要让它开了。然后它不要在眼睛里面，先保证手势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靠啊，抬到这里，抬这里，我怕血飙到我是眼睛里面。好，追着，追着。有一次也是拔那个假体的视膜头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血从下面刚好掉到我眼睛里面，然后那个病人是有乙肝的。来，放。小袁他现在是年资还比较低的住院医生，对这方面的经验不足，他下意识的闪一下。如果在做很关键的操作的时候，会增加患者的风险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，跟我们的住院医生要特别注意，就是一定要以患者的利益为核心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现在也会有血溅到身上，但是我们最主要在手术室，在手术台上要保持一个很平稳的心态。我们是有防护目镜的，在术中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大家可以佩戴的。